学贵学校白话字课本儿童故事册第一册陈光辉编著第3篇青美人梦唱马戏团来啦！毋但有马，也有狮，有猴，有海狗，也有枪。人人在花，真好看，真深色。特别讲，枪真大只，阁真乖。有4个目睭无看见的人，烧少去看枪生做甚物款。一个摸着腹肚讲，亲像壁；一个摸着骹讲，亲像电火跳；一个摸着耳仔讲，亲像大枝开线；一个摸着鼻讲，亲像蛇。书徛的情理是笑亏。